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我是张瑞正记者。首先就来介绍一下我们气象展示场的所有展出的物品。首先分为3个部分哦。我们气象展示场有3个大的主轴。第一个就是古迹文物展示场，在我身后这一栋18角楼，也就是俗称的胡椒馆，台语叫做胡椒馆。这一栋胡椒馆是我们的古迹文物展示场，它里面展出120年前日据时代的气象观测设备以及记录都完整的呈现在里面。然后其次第2部分就是我们左手边这一栋大楼啦，它里面的现在气象科技展示场。然后再来就是位于5楼，第3部分是位于5楼的中央气象局历史展示中央气象局历史展示这个部分啊，这是我们去年刚建制完成的有关于中央气象局从过去到现在整个历史沿革以及观测预报等等的作业发展史都在里面。原台南气候所建于日治时期明治31年1898年。以圆形建物与宽烟囱塔楼2者构造组成，是台湾日治初期新建的少数大型建筑之一，也是台湾现代气象观测的启蒙地。1998年宣告为台南市定古迹，2003年升格为国定古迹。我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一栋古迹。这栋古迹呢，建制在1897年，然后1898年4月完工，到现在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将近已经超过了120年的历史。自从日本人1895年到台湾之后，1896年就开始进行台湾的基础气象建设因为他们意识到台湾的这个气象建设非常的重要，无论是对于农业的部分，或者是军事用途方面，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就规划了5个气象观测网，分别是在台北、台中、台南以及恒春跟澎湖这5个地方建制气象观测所。然后目前很可惜的，唯一留存下来就只剩下这一栋建筑物这一栋也是东亚唯一一座最古老的气象建筑物。它的外观相当的特别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高塔的部分是我们的那个观测风力塔的高度大概是12米的高度。然后旁边看到的那个屋瓦是日式的文化瓦总共有18边形，它的墙面也都是有18边形的造型。然后这栋建筑物在1929年的时候有重新再整理过一次以前它的外表是水泥的外表，并没有像现在贴上这个瓷砖的那个状况。在1929年的时候有重新再做过整修在1920年代那时候相当流行这种所谓的13勾面砖因为那时日本的军国主义盛行，然后鼓励一般的建筑物外表都贴这种13勾面砖它有两种特色。第一个就是它上面有13个勾面，凹凹凸凸的那个勾面。第一个就是它具有防空保护色的功能因为它的外观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颜色跟土壤的颜色是很接近的从飞机上面来看基本上跟大地的颜色是一样的可以找到它的隐蔽色。所以第一个它有防空保护色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它凹凹凸凸的结构，让光线不容易反射不容易让敌机侦察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基础的建筑物。仔细观察，外观看起来很相像的18面外墙，其门窗的形态及构造可是大有文章哦。以开口形态来看，东西2处大门为圆拱形，至于所有外墙的窗户开口则都是拱弧造型，而门窗皆属手工木质。刚刚提到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名称叫做胡椒拱，也就是因为
它这个外观呢，很像我们在吃西餐的时候那个胡椒罐啊，需要旋转那个胡椒罐哦，它的外形非常像啊，所以它有一个小小的有趣的称呼，叫做胡椒管啊，台语叫做胡椒贡啊，所以这是老一辈的那个台南人对于这栋建筑物的一个昵称。好，接下来我带各位进到我们内部去参观这120年来整个气象观测的演进史，跟着我一起走吧。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原台南测候所内部空间的部分。好，首先由这张图来看呢，我们原来台南测候所内部空间，好，可以分成3个同心圆。3个同心圆状态，中间的同心圆是我们风力塔的部分，然后第2个同心圆就是我们现在位于的走道，最外面这个同心圆呢，分别切割成6个作业空间，分别是值班室、地震室、通信室、所长室、预报室、观测作业室这个6个空间这6个空间分别独立，可是它每一个空间都可以有独立的门，可以互通有无这让我们那个气象观测作业能够互相的联系做紧密的结合首先这间是观测室的部分，来这一台仪器啊，就是供观测我们气压变化的气压仪气压仪的部分，它可以记录每一天气压即时的变化趋势。然后再来，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气象观测预报的手册时间都相当的古老你看这一本是民国45年的一个测报手册，然后这个是我们观测部，观测部就是气象观测员每天把气象要素观测完之后，必须要记录在这一本观测簿上面。这一本观测簿记录了每一天所有的气象要素的变化，都完整的记录在这里。然后记录完之后必须要发成国际气象电码，国际气象电码再透过电码的传送给世界气象组织让世界气象组织去收集世界各地所有的气象资料之后，再回送到各地的那个气象单位去画成气象图来做天气预报。隔壁的空间是做气象观测，把观测完的数据填到我们天气图上面。在以前古老的时代气象站并没有很多可能只有几个单点的数据而已在没有多少的数据资料的情况下，要做成这张天气图是相当的不容易就零零散散几个点，然后就要把那个等高线图把它画出来，等压线图把它画出来是在远古时代没有电脑的时代这种作业是相当的了不起的。然后根据这些天气图我们去做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完之后，就会发布这些比如说台风警报单天气预报单让民众知道会贴在当时的那个公家单位的那个公布栏上面，让民众知道接下来是否有台风警报，或者接下来的天气是呈现什么样的趋势跟变化的。这间造型相当特殊，这一间是我们的地震室它是由那个玻璃的小木屋罩住因为里面的仪器相当灵敏，它是用来侦测当我们地震发生的时候的震波用来记录震波的。然后这个基础各位可以看得到这座地震室的基础跟我们建筑物的基础中间是有一条细缝的一条细缝表示那个基础是不一样的是当初的设计是为了地震发生的时候建筑物的震度不要去影响它的观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这个基础台地震仪的基础台跟我们建筑物的楼板之间是有空隙的彼此之间不会发生任何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间地震室这里面呈现的是阿座级的地震观测仪它的仪器相当灵敏，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可以持续 work 记录地震发生时的震波不过我们已经让它退役了现在改由电子式的地震仪来记录
然后这个地震仪啊，它记录的方式相当的特殊各位可以看到这张纸的构造是非常的特别它是一般的纸，然后再加上烟熏，我们用煤油去烧，然后制成烟熏的纸之后啊再把它放到这个记录器上面。今天如果发生地震之后我们中间有垂直跟水平向的感测仪产生震波之后，就会带动这个连杆，记录在这张烟熏纸上面这张烟熏纸就会刮出痕迹出来你可以看到上面有记录什么年份啊、日期啊发生的地震记录都会记录在这张纸上面。当记录产生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张纸取下来的时候啊，要做特别的处理，去保护这张记录纸上面我们要做那个透明漆的处理，让它那个烟熏的记录可以长期的保留下来。中间公共走道部分则悬挂着许多解说牌，透过详细的图文解说，带领着参观者更加了解台南气象博物馆的特色及建筑之美。好，现在进入到我们原台南测候所中央风力塔的部分中央风力塔的展示空间呢，呈现我们在2002年古迹修复时的一些工法首先介绍一下当时这栋古迹在整修的时候毕竟它经过了10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成立了一些龟裂或者是剥落的现象我们从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砖块砌砖的部分都已经有产生裂缝了所以我们当时在2002年用的现代科技，也就是环氧树脂去修补整个那个砖块的裂缝用现代科技，然后一些碳纤的网去强化它的整个结构，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部分这白色的部分不是现代的那种油漆、乳胶漆之类的它是所谓的麻龙灰浆这是运用古法去把它修复完成了所谓古法就是在100多年前他们老一辈的人们他们的工法就是用麻龙灰麻龙，然后拌石灰去弄成麻龙灰浆，然后涂在我们那个砖块上面当成那个室内的那个隔间墙的表面处理类似我们现在的那个白色的油漆各位这样如果用手一摸，其实手上都会有白白的现象这种的好处啦它可以因为它有石灰嘛，可以吸收一些水分防止里面的那个湿气也不会那么重我们在2002年修复的时候，同样也是找老师傅来用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工法来进行修复。这张图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这有原本的那个块木的楼梯结构，也就是我们各位看到这个目前是铁质的楼梯铁质的螺旋扶梯以前它是属于它是用块木去制作成的一个扶旋楼梯我们在整修的过程当中刻意保留了这一区让民众可以参观到以前块木的楼梯的原貌以及我们现在这种铁质不一样的风格两个去做比较。顺着楼梯往上走，我们来到了中央风力塔最顶端，这可是不对外开放的秘密之地哦。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中央风力塔的部分。以前的观测员就是来到这里来进行气象观测作业观测的项目包括云底高度、云量，还有哪一种云，或者是以及能见度我们站在这里最高的地方包括鸠岭台地在上面最高的建筑物，当时是最高的建筑物。这里往南一看，最远可以看到高雄的寿山，然后以及这里各位可以看到有风向跟风速的观测部分风向跟风速，它透过电线的连接，可以把资料传到下面的接收器，然后再由下面的接收资料去做一些细部的处理，然后再绘制成天气图，提供给那个气象人员做天气预报。
这个看起来像水晶球这个部分啊，这是我们康培斯托克日照计哦，它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水晶球、玻璃球，然后主要是用来聚焦哦，聚焦的功能。它下面会放一条长条状的那个观测纸，上面会有刻度，然后日照产生的时候就会聚焦。然后把能量聚在那张纸上面，烧出痕迹啊，所以根据那张纸上面烧出来的那个长度，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今天一整天日照的长度、日照的时数是多少，就可以从这个纸去做观测。然后这个纸从120年前到现在，每一天的变化记录都留存到现在，还相当的完整。超过100年历史的台南气象博物馆于2004年完成修复，除了还原原来办公场景外，还保留着许多日治时期至今的手写、手绘等等的气象史料及文物。参观者可见证100多年的气象进步的轨迹。馆方的用心规划，也让博物馆于2009年荣获文建会第1届文化资产保存奖之保存维护奖。逛了古迹，当然也不能错过旁边的台南气象中心，里头更是有许多现代气象科技展示场，极富教育意义。继续跟着导览员一起来逛展场，来了解大自然的奥妙吧。好，大家好，我们现在位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气象科技展示场。在这个气象科技展示场这个挑高的大厅展示空间呢，我们从地面气象观测作业，一直到高空气象观测作业，甚至到外太空的气象观测作业，都可以一览无遗哦。首先各位看到的部分就是我们气象卫星的部分。我们气象卫星位于我们外太空，地球外外太空的那个范围内啊，大概是所谓的绕极轨道卫星啊，大概是800公里高的高度去做观测。然后地球同步卫星的部分啊，大概是在36000公里处来做气象观测。然后这些观测到的卫星云图啊，都会及时的被送到我们这个展示台啊，多媒体互动装置展示台来做呈现。好，那我们把画面转到这个展示台来。现在来介绍我们这个爱上主播台这个多媒体互动展示装置。我们刚才提到了卫星的部分，卫星观测的部分，卫星观测就会把即时的卫星云图送到这个展示装置上面。我们可以从这个卫星云图来看，现在目前台湾上面的云层分布。云层分布以及未来云层的走向天气系统的变化，都可以从这个展示装置来一览无遗哦。首先这张图呢，是我们可见光的卫星云图，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不同频道的这一张呢是红外线的色调强化卫星云图它可以去强化不同云层高度。比较红的部分呢，就是高度比较高比较冷的云，然后那个比较淡白色的部分就是高度比较低，然后那个云的温度比较低的一个云层从这个云的分布啊，冷暖不同的分布，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哪一种天气系统。接下来它要怎么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天气状态就可以从这个云图上面去做初步判断地面天气图，我们将我们气象观测做完之后填成天气图，再由天气图上面的等高线去做天气系统的判断。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让民众体验一下，来当小气象主播，画一些封面系统冷风暖风滞留风等等这些封面系统甚至他们可以手写民众可以手写去留下他们想要他们的签名，然后拍照打卡让民众互动，然后来体验当一个小气象主播的一个功能。好的，刚才介绍完地面观测作业这一颗叫做无线电探空仪每次小朋友到这里的话，目光总是放着总是注目的这颗1米宽的那个气球，它的主要的用途是用来量测高空的气象要素。下面
我们看到那个白色的部分是它的感应部，它可以侦测到气温、还有湿度、气压这3个天气要素。然后上面绑着就是灌着氦气的气球，这是一个乳胶的那个橡皮的气球。然后随着气球升空之后它每一个高度都会持续不断的量测这我刚才提到的3个气象要素，然后把这3个气象要素用无线电波传到我们地面的接收站。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侦测这一颗气球它的走向以及它移动的速度借由它的走向还有移动速度，我们可以观测高空的风向还有风速。所以总共这一颗气球我们总共可以观测到5个气象要素，分别是风向、风速、气温、气压还有湿度不同层面不同高度的天气要素的那个变化都可以详细的记录。然后最终它会飞到大概距离地面30公里的高度最后破掉之后，这个整个仪器就会降落到地面上来这是我们整个高空气象作业的那个观测方式。在1楼至3楼的气象展示区，展示着从地面到高空的气象观测情境，以融合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教育概念进行展示。像是记录降雨量的青斗式雨量仪、龙卷风制造机都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欢哦。设于5楼的天文展示区，只是介绍研究天文现象所需要的基本常识、观测工具，并以可实际操作的模型展示了太阳、地球及月亮3者的关系，以及太阳高度角等生活常见的天文场景。不仅可帮助了解天体的奥妙，也希望能引发参观者对探索天文星象的兴趣。好，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位置是位于5楼的天文展示区。我们上方看到的是8大行星的模型。比较特别的是前方这一颗半球投影就是我们大 G20半球投影系统。我可以经由我前方的触控萤幕来展示整个半球来播放。我播放一下我们地球360度的画面。我们360度可以旋转，借由这个触控萤幕来旋转地球，让地球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是极光的部分这极光我们通常知道极光是在北极嘛看极光通常都会跑去加拿大啦，或者是北欧去看极光。可是南极有没有极光很少人去南极看极光嘛，因为毕竟南极大陆是比较冰天雪地的冰冻状态所以很少人会去南极看极光。不过我们也可以在南区气象中心来看一下南极的极光我们借由这一颗球体的转动，我们可以360度来看地球，也可以从外太空的角度外太空的角度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从外太空来看整个地球人造卫星的分布情况当然这些人造卫星现在的人造卫星不止这些啦。我们前阵子去年也发射了台湾的福尔摩沙5号卫星目前是还没有更新在这上面。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上面来看一下整个地球上外太空那个卫星的走动分布状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8大行星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是哪一颗呢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是火星最近最夯的话题也就是到底有没有火星人嘛我们来这里看一下有没有火星人在火星上面活动我们上面有一些字啦去做一些标记，包括这个是叫做奥林帕斯山奥林帕斯山，还有这里有呈现的什么精神号啦、好奇号啦的着陆观测地点这探测地点都有清楚的标志在上面。然后这个奥林帕斯山呢是火星上面最高的山，它的高度大概是我们圣母峰的3倍高大概是22公里的高度。然后再来看到有一个细细长长的
这个叫做水手峡谷啊，这个长度大概是4000公里长哦，4000公里是非常非常长。我们地球的半径大概是6000嘛啊，不过这个水手峡谷的长度大概就是4000公里，它的宽度是200公里，深度是10公里啊，比美国的大峡谷还大上好几倍的规模。好，这是火星上的分布的状况哈，我们探测号分布的状况。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太阳好不好？好，太阳系。好，这是在可见光谱观测到的太阳状况，也就是我们人眼可以看到、可以观测到太阳的一个分布的状况哈。这叫做光球层啊，光球层的温度大概是6000度，然后黑黑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太阳黑子啊，太阳黑子的多寡会影响到我们地球的那个气温的变化哈。然后这套系统呢，我们大概是在前年建制的，到目前为止啊，也就是我们5楼那个天文展示区的一大亮点。最后来到的展区，则是中央气象局历史展示，展示了台湾2甲子以来的气象历史脉络、珍贵的气象文物与文献，以及气象科技演变的过程，带领着民众走进气象时光廊道，而里头历史文物更是值得细细观赏。接下来展示的就是中央气象局过去手工的那个观测仪器啊，这些历史的观测仪器有些到现在还在使用啊，有些已经淘汰掉，改成现代电子式的观测啊。我就介绍个几样，这一个就是手摇式的干湿计，借由那个摇动去做量测啊，里面有那个温度计啊、湿度计等等啊，我们可以做一些量测，手摇式的干湿计。这是铁管式的地温计，这是一个温度计，然后这一个温度计会深入到地底下，看这个铁链的长度多少这个铁链大概是2米的深度，然后我们在地底下插入一个铁管空心的铁管，然后这个地温计就会深入到地底下2公尺的深度去量测地下2公尺的地底温度是多少这就是我们铁管地温计。然后这个温度计看起来造型很特别它呈现90度的转折，这个温度计不是断掉了就是它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它叫做曲管地温计。弯曲的部分，它这个感应部会插在地底下也就是量测地底下比较浅层的那个温度分布这就是我们那个曲管地温计，这是相当特别的温度计。然后接下来介绍这一根呢，就是气象局在做天文观测所用到的百年黄铜望远镜黄铜式的望远镜这根相当重也相当的悠久，到现在为止已经100多年了。今天在导览员的带领之下，是不是对气象观测有初步的认识及了解了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当中无法一一介绍。这么优质的环境教育展场，非常适合亲子共游，你千万不要错过哦。最后诚挚的邀请各位观众来参观我们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气象展示场。我们展示的内容有气象、地震、海象、天文，以及我们中央气象局历史展示。无论从以前的观测到现在的观测作业以及预报作业，我们完整的做一系列的呈现，从观测到预报以及到防灾等等，各位观众一定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很多相关的知识。尤其我们这里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在105年已经成为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如果各位观众有环境教育的需求、环境教育时数的需求，可以申请我们环境教育课程一起大家来做做保护环境、爱护地球的课程。谢谢大家的参观，谢谢。